现场有其他对手的歌迷吗？听说我的对手有周杰伦，还有莫文蔚，对，入围的奖项还蛮神奇的，就是除了原住民最佳专辑跟歌手，还有一个叫专辑制作人。还蛮嗨的，还不晓得得这个奖会什么感觉，没得过，没得过金曲奖真的，每年都是去那边看表演，然后前2年都是跟土人乐团去，因为土人乐团有入围最佳乐团，然后去那边的时候，我们的奖都比较早颁，就是大概第3个奖、第4个奖就颁，然后我们就没得奖。对我的心情来讲，因为我没有参加那样的典礼，颁完大家通常没有得奖就会离席嘛。可是我很想要看表演，我那时候希望这个奖项可不可以后面一点颁的，让我看表演。我没有看过金曲奖的，这家专辑制作应该是比较后面颁的，我可以看久一点。好这聊聊天。虽然不是很在意，但是还是很在意。这样好了，想到一个解决方法，好像公益季第3天比较轻松嘛，刚好是礼拜天7月17，然后如果你们来，然后不管有没有得奖啊，也不要煮菜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空，我直接买菜，然后17号是我的生日。帮我庆祝一下，至少有点开心的理由。有空来不来好不好？我会想你们的。可是那时候我应该会很丑，会变成部落痛。部落人，我其实很想要当偶像痛。突然间心情复杂起来。那个。